为耶稣丰富产业做事行。好，这条歌咱有可能真侪人真熟，总是咱爱会记得，若真熟，咱咧吟唱这条歌的时阵爱会记得。这条歌有唱到咱的时阵，咱就表示毋是我尔，就是咱。所以，台湾话咱就是彼此。过来的人毋是惊我尔吼，所以咱嘛会当咧吟着咱的时阵，看一个边仔迄个人，所以咱拢诚做一家人看一个，咱拢诚做一家人。伫主耶稣基督内底，咱拢诚做伊的百姓，也诚做兄弟姊妹。这就是咱自责要紧的意义。这是咱搁来吟唱圣诗第78首。这条歌是迦纳的歌，所以咱来听这个旋律，听一遍真特别的旋律，但是嘛真有意思，真好听。咱来听一遍吼，来。聆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伊归了朋友脚前，静静来洗因的脚。主人正做萝卜地，好势。咱会当小看较紧小看，但不要紧吼。这条歌其实是真水的歌。嘛，共款咧讲，当主用听充满咱的时阵，咱会当尽这个听去听厝边，透过安尼来连接彼此。咱做伙来吟，这条歌是一个对副歌开始嘛，对副歌来结束的歌，所以爱会记一咯吼。咧吟的时阵。是对副歌开始，总是上尾嘛是对副歌来结束。这是这条歌的特色吼。咱来吟一遍看卖啊吼，来，耶稣预备来，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伊归了朋友脚前，静静来洗因的脚。主人正做萝卜地，好势。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上尾是到这结束。咱吟4节，然后上尾是到这结束。所以咱来吟第4节吼，咱来吟第4节来。耶稣预备来，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听互阮屈家归乐，亲像萝卜来服务。我应该安尼甲你同活，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厝边。请咱简单的心。
这是时间已经到，请咱准备心来敬拜上帝。大声请奏乐。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是请咱来行圣诗，圣诗527首，圣诗527首。会将请起立，吟全首。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家己。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啥？因为耶稣最甘愿，因为耶稣让路过我的人生，欢喜享受光耀。欢喜给人的主票，因为耶稣丰富咱要主主条。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家己。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家己。因为耶稣高天大，因为耶稣的主爱，因为耶稣的主仁爱撒向海。有时欢喜当饮食，有时苦汤当水滴，因为耶稣撒甘苦撒甘甜。是，咱来信仰告别，书读圣经，听。我信上帝，全能的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日本州基督徒任来受苦，
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三地伫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看启应文30笔，启应文30笔，同时也是传道书第3。现着我来读，恁来用。天的万项事拢有伊的期，生有时，灾症有时。哭有时，哀伤有时，东房有时，亲热有时，交吹有时，保存有时，贴有时，静静有时，听有时，战争有时。我知上帝所做一切，拢会留到永远。上帝安尼做，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三甲来祈祷，阿爸爸，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一礼拜过久，互阮项项顺利，疫情的事已经透办，互聚会人数无搁再受拘束，通互众会友会通到圣殿来用感谢甲懊恼来敬拜你，恳求你，互搁一遍用你独生囝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污秽，一礼拜久来。得罪你的，无互你欢喜的，拢求你赦免。这时恳求你，也赏赐圣神伫阮中间，运行伫阮会堂的逐角落，互撒旦无芳通入，将你的真理刻伫阮的心内，也会明白这个道理，会将你爱阮行、爱阮守的。有气力来顺探，愿你的国降临伫阮的国家，互阮脱离撒旦的捆绑，脱离一切咒诅，也互在野党甲执政党拢会用和平、用理性三甲来追求你的公义，行伫阮的国家。恳求你破碎阮的心，互阮通降服伫你的骹下，互你的旨意得成。求你因为你的怜悯，医治所有病痛的人，安慰忧伤的人，用你的大气力帮助伫患难中的人，带因到伫开阔的所在，安歇伫清净的溪边。做兵甲出外的兄弟，也求你甲因支持，互因所做的事项项行通。求你用听一灵激励阮，搁较听你，有合一的心投入教会逐项的事工。求你用圣神大大充满伫吴牧师的顶面，用由我伊的喙来透放你的话语伫阮的中间，互伊所讲每一句话拢带有气力，来刺插阮的心，互阮通得到帮助，所行合理的旨意，安静阮的心伫你面前，会听你的教示。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拢交伫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感动甲垂肯。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暗语，请圣歌队因今仔日唱的是，是的，圣经路加福音16章第1节到13节，路加福音16章第1节到13节。耶稣阁对门徒讲：有一个人真好业，伊有一个管家，有人对主人检举这个管家浪费伊的财产。主人叫伊来，甲伊讲：我有听到你这个代志，到底是怎样？你所管理的小铺交出来，无互你搁做管家。迄个管家家己想讲，主人要甲我死头路，无互我搁做管家，当我要安怎样？举低头无气力，做乞食搁惊见笑。但我知，着安尼做，无做管家以后，才有朋友通甲我收留。管家就将主人的债务人一个一个叫来，甲头一个讲：你欠阮主人偌济？伊讲100桶橄榄油。管家甲伊讲：你的借条伫遮，紧紧坐落来，甲改做50。管家搁甲另外一个讲：你欠偌济？伊用讲100只麦仔。管家甲伊讲：你的借条伫遮，甲改做80。主人保障这个无老实的管家做了真巧，因为俗世间的人处理世事，比俗光明的人较有变巧。耶稣继续讲：我甲恁讲，用不义就用不义的钱财，为着家己结交朋友，安尼钱财无去的时，因会接纳恁入去永远徛起的所在。对真细项代志忠实的人，对大项代志嘛会忠实；对真细项代志无老实的人，对大项代志嘛袂老实。所以，恁对不义的钱财若无老实，啥人会将真正的财宝交伫恁？恁对别人的物若无老实，啥人要将恁的物互恁？无一个仆人会通服侍2个主人，因若毋是怨恨这个，疼迄个，就是看重这个，看轻迄个。恁袂通常时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愿上帝祝福。这是请圣歌队来赞美，听题目有一个神。
这是正道，请吴牧师伊的题目是上主人民的恩典。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早起时，大家起来的时阵，毋知大家心情安怎？可能看外口小可咧落雨，小可心情无啥爽快。有时阵咱会安尼，总是求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不管踏入倒位，真正会当换一个心情，嘛换一个气力。每一遍我来到咱的教会殿堂内底，我拢祈祷，我拢会做这个祈祷，讲愿上帝赐福，互所有踏入这个殿堂的人，拢得到伊平安的安慰、喜乐的祝福。我嘛毋望咱会当做这个祈祷，就是当咱踏入死，无毋对，有可能咱会互真侪代志，这个世间侪代志所搅扰。甚至咱心内底阁有下一个行程要赶，总是求上帝帮咱，互咱来到上帝所赏赐咱的殿堂内底，咱通得到伊平安的喜乐。所以我要邀请你，你边仔的人讲，愿你平安，真欢喜会当甲你做伙做礼拜。咱做伙来祈祷。恳求上帝将你的话，互阮听见，帮助阮，互阮性命得到活气。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罗伯特是一位小学的老师，伊伫4年级的班上带因耍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真简单，叫做落气球。落气球，我毋知影咱大家有算过无吼？伊吼，这个4年级的这个班上的囡仔，每一个人的骹拢绑一粒气球，然后宣布讲，这个活动开始，将别人的气球落无破，保护好家己的。然后咧，上尾迄粒气球无破的人，上尾无破气球的迄个人。第一赢吼，所以其实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叫做零和游戏啊。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吼，毋是0就是1，所以这就亲像市长咧选举共款吼。市长选举就是爱将别人打落去，了我才会当坐位啦。毋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咱爱知上尾迄个。第一个人得到第一个人，嘛会成做规间教室内底上无受欢迎的人，因为伊是我靠啥物货？伊是靠打破别人的气球，大部分的人的气球来得到赢的，对无？不过罗伯特老师嘛捌用这个活动放伫另外一个班上。这个班上是遐个发展较慢，比较上较慢。咱今仔日学校内底时常拢称即种班级叫做特教班，就发展顶头较慢的学生所组织的一个班上。嘛，互因耍共款的游戏叫做落气球。结果共款哦，这学生共款，逐个拢绑气球，然后老师就嘛说明共款的规则，总是这个活动咧进行的时阵，煞互罗伯特老师感觉真意外。有可能是伊讲话讲伤紧，伊咧想讲伊讲话讲伤紧的款，所以即群学生改成误会伊的意思，因掠做所有的气球拢爱互人落无破。所以，因就开始两个合作，落破彼此的气球。了解意思吼？两个合作，我毋敢落我的气球，你爱落我吼。两个合作，然后当上尾迄粒气球破去了后，规间教室欢喜甲拍破啊！亲像大家拢赢。所以，检采咱要问讲，
到底倒一种算法是上正确的算法？来去求这个活动，真简单嘛，对吧？那到底倒一种算法较是正确？检查更较要紧的问题是，你想要伫倒一个所在算这个活动？当以色列人互上帝竞选的时阵，因毋是上强上大的，上帝特别听因选择伊。上帝嘛讲明啊，讲毋望上帝百姓爱了解因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互人得到福气。所以直到后来，当彼得看见圣神伫外邦人身躯顶头做工的时阵，伊安尼讲，《使徒行传》第10章第34节到35节，咱做伙来读这个经节来。但我确实知，上帝无偏待人，无论倒一个民族，敬畏伊成为正直的人，伊拢欢喜接纳。所以圣神互彼得认出，上帝百姓毋是倚靠血缘，甚至嘛毋是倚靠传统传说，是倚靠敬畏伊，甲行好、行成为正直的人。上帝无偏待人，那安尼属伊的群体教会也应该安尼。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咱爱知，这毋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这个世间的规则往往毋是安尼。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伊安尼写，伊讲咱住伫一种彼此竞争、个人主义的社会内底，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到极端，会变做一种彼此竞争的战争，追求个人的福利，追找个人的福利，变做极端自我的代志。所以，其实就亲像这两个班级顶头立气球所发生的状况，这两种观点拄好，拢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来出现。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是出名真歹解说的一段圣经节。赫尔本的标题叫做“不义的管家”，总是现代中文译本的标题叫做“机警”。我去查这个免啊通互指正，真歹讲做台语，然后我直接放入去爱台湾。请伊发音互我看，叫做机警，但是安尼咱听无，所以变巧有可能是变巧，嘛有可能是智慧之进。真特别哦！现代中一本的标题叫做“激进的管家”，总是赫尔本的标题叫做“不义的管家”。啊，请问倒一种学着？拢圣经公会翻译的啊！啊，请问倒一种学着？差真多，但毋是咧。所以咱来小可读者这个故事内底，其实有一段真特别的所在。路加福音16章第1节到第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耶稣佮对门徒讲：有一个人真好业，伊有一个管家。有人对主人检举这个管家浪费伊的财产，主人叫伊来，甲伊问：我有听到你遮的代志，到底是安怎？你所管理的小铺交出来，互你搁做管家。咱来知伫罗马时代社会内底有几种类型的管家，咱上知影大概有2种。一种叫做厝内底萝卜的头人，伊的任务是照顾家内大细，执行纪律，通常是真资深厝内的萝卜所担任的。
第二种管家，大部分是对外口聘请来，为主人来管理物业、管理财产啦，管理伊的财产。所以耶稣伫遮所讲的这个管家，因为伊会当互人来，卖互伊做主人，卖叫伊来死头路啊，叫伊死头路。通常，所以耶稣伫遮所指的应该是第二种即种的管家。通常即种人伫因的庄社内底是受过教育的人，因为伊会当写契约。上时会当做效，上时即种人通常嘛有好名声，所以他会当互聘做管家呢。所以这种人是有知识的人。总是这个管家互主人死头路，可能是互人密报，因为这个现代的台语翻较侪，随上古早的翻译应该是有人对主人检举，啥物无讲，有人去告主人就对啦，有人去告主人，总是所以主人叫伊来，叫管家来讲，我听到后来后壁遐就无讲啊。所以主人是一个真有智慧、真精明的人。伊对其他的管道知影，这个管家私底下所做，有可能是伊才会租户来收取 under table 的费用，就是讲迄个台面下的费用。这是当时的社会，咱读到有真侪的状况。这其实甲台湾社会嘛做类似的，甲中国的社会嘛做类似的，就是收回扣这项代志。了解我意思啊吼？就是中人会收一寡明的、甲暗的commission啊，安尼讲，当有了解？有可能是这项代志，总是伊毋是明的哦，伊毋是明讲的哦，伊是暗的哦。这管家有可能无重视是这项代志，无反映伫孝谱内底，所以主人要死这个管家，因为伊听到这个风声，伊知这个管家无老实，所以伊爱伊交代清楚。管家代表主人，咱爱知管家若去到庄脚去看这个主人的物业，通常是代表主人的身份，所以是管家代表主人甲这的租户来签约的孝谱，要看这项代志，要爱伊交出来。所以这个管家迄时点无辩论，就表示这个主人去互装着，去互这个主人装着。不过，管家嘛对这个伊甲主人的对话内底来发现这个主人的特质。这个主人虽然发现管家私底下动骹手，总是只有互伊无头路，无带伊关入家庭。了解意思吼？这个主人啦，超清楚是会当把这个管家上歹的结果关入家庭。米士拿就是安尼讲，这是犹太人经典。伊是安尼讲，代理人伫伊管理下，若有任何损失，拢爱赔偿，甚至关家。想袂到这个主人无做这个上极端的代志，伊发外稳定，连骂拢无骂，伊只是问，伊问讲：我有听过着你所做的代志哦。互伊无头路，换一句话来讲，这个主人有稳定甲宽容的个性，就是对这个对伊无重视的管家嘛是安尼。路加福音16章第30到第40说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迄个管家家己想讲，主人要甲我死头路，毋互我搁做管家。当我要安怎？举低头无开力，做乞食，搁惊见笑。当我知着安怎做？
无做管家以后，才有朋友通甲我收留。这个管家受过教育对无？嘛捌有权力，总是伊甚至有考虑到要举猪头，甚至做乞食，所以表示伊已经想到上歹的情形啊！伊一定想到哦，我有可能散落来有上歹的情形啊！所以上尾，互伊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将家己的未来冒险来缀伫这个主人的个性顶头，就是主人迄款人品稳定的个性。犹太人经典米训啊，提供当时有3种的祝福的方式。第一是甲地主照修行的比例分晓的祝福，了解意思吼？第二是每一档拢交固定数额修行的祝福。第三就是付钱的祝福。路加福音16章第50到第7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管家就将主人的债务人一个一个叫来，甲头一个讲：“你欠阮主人偌济？”伊应讲：“100桶橄榄油。”管家甲伊讲：“你的借条一只，赶紧坐来，甲改做50。”管家佮甲另外一个讲。你欠偌济？伊佮应讲100担麦啊。管家甲伊讲，你的借条一只，加改做80。对这个对话，咱就知影因所定的这个契约是第2种，即就是照固定的数额来互主人啊吼，不管伊修行安怎嘛吼，每一档照固定的数额互主人。哦，这是因的契约，所以就是这种契约，才有法度用阮管家伫内底动骹手。假使管家计划若失败，伊一定爱坐监牢。总是伊若成功，就华丽转身，成做这个村内底的罗宾汉。这罗宾汉叫做劫富济穷嘛，对无？济贫对无？伊就华丽转身变这个村内底的罗宾汉啊，但毋是咧，未来就毋惊食清。所以伫遮的关键是，虽然主人已经互这个管家无头路，总是阁无人知，因为管家即时伫庄脚内底，阁互人看做是主人的代理人，所以当伊叫这个租户来的时阵，这个租户拢掠做。管家已经甲主人讨论过，伊带来是减免的稳定，因为这个租户毋敢甲管家交结，这个租户拢倚靠正直来过活，所以毋敢交结来骗主人，所以这个租户拢是善良的。因为安尼，当管家交转去这本孝谱。完成伊这个大胆的计划了后，相信这个精明的主人嘛已经有听到，好，这个村民就学了伊的慷慨甲稳定。这个时阵，这个主人有2种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叫这个租户来，但因讲哦，这拢误会啦，我已经将这个管家死头路啊，所以伊所做的减免一笔勾销，然后就将这个管家落去这个监牢内底。总是伊若安尼做，咱知影这个租户心内底会骂讲当生鬼啊！你这个对无？一定会来骂，心内底虽然对主人讲啊，当然是乖乖吼，总是心内底一定会想讲，你这个当生鬼啊，得遐好嘢。减我一点啊，他也袂使。这就是，所以然后咧，假使主人啦做这个选择，这个管家的恶梦就会成真。总是这个主人阁有第2种选择，就是点点吞落来，接受这个
这个村内底的人会学乐，互这个管家安全来离开。我相信咱读落去，咱就知影这个主人做啥物选择啊。咱做伙来读罗家福音16章第8节，做伙来读这个经节，做伙来读来。主人褒奖这个无老实的管家做了真巧，因为俗世间的人处理世事比俗光明的人较有变巧，所以主人学乐啦，表示这个管家的计谋成功啊。伊虽然无重视，总是这个管家其实有眼光，伊认出我的主人，这个主人的个性，伊真有智慧，为家己来留后路。实际上，伫旧约内底，对智慧的定义之一，就是自保、求生存。这个管家所做的就是安尼啊，自保、求生存。这嘛是旧约的智慧中间的内底内容之一。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管家是不义，无毋对。所以两个标题都无毋对哦。总是伊精明智慧，透过伊这个智慧，伊安尼博主人的个性，互咱看见上帝的本性。伊就是迄位慷慨、阁有稳定的主。不义的管家将一切拢搬伫主人的身躯顶头，伊成功，因为迄位稳定的主要照伊所开的全部来收，救这个管家到底。真侪早期的神学家甲注解者马都明白。主要说，既然伫遮讲一个无诚实的人做主角的故事，所以真侪人真无法度了解。主要说其实是使用一个对轻到重这个劣比的原则来讲伊的故事，因为不义的管家愿意博一切性命一切来挖靠主人慷慨的稳定，解决未来家己未来的生活甲性命，咱虽然无好，嘛无这个不义的管家遮尔诡计，所以稳定的主减袂伫咱去拄着危难的时阵，伸伊的手来帮助咱嘛。学者嘛注意到，对第9节开始，咱读到的经文背景有真大的变化。因为伫顶一个故事的主角叫做主人甲管家，总是对第9节开始，主题就变做钱财。主人甲管家无呀，对第9节开始，主题就变做钱财。然后头一个故事是管家处理伊的危机，总是主耶稣对第9节开始是要教遐个有马门的人，就是有钱财的人啦。所以神学家建议，这嘛是我比较咧读这段经节，来看做歹解的时阵，我来读做是对第9节到13节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我比较嘛较做即款的解说。有真侪无共款的解说，咱来去读这个经节吼，就知有真侪无共款的解说。我比较倾向，这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咱来读看觅，因为一开始耶稣就安尼对咱讲，继续讲吼，做伙来读路加福音16章第9节，做伙来读来。耶稣继续讲，我甲恁讲，得用不义的钱财为着家己结交朋友，安尼钱财无去的时。因会接纳恁入去永远徛起的所在。主耶稣吩咐咱爱为着未来来拍算，总是毋是靠钱财，因为钱财特性就是无稳定。咱有读到吼，有钱财无去的时阵，迄个钱财有可能就是迄个无稳定。这嘛通对今年股市一直落，然后美金安尼一直强，每一个月的钱
咱知影台票哪来哪拨，实际上不止台票尔，真侪国家的钱拢哪来哪拨，对遮拢看会出来。实际上经济学家嘛咧爱咱细字，最近是毋是有可能有金融危机？这拢咧对咱讲一项代志，这个世间认定有价值的物件，咱爱想吼，钱、或是厝，甚至车，这个世间认定有价值的物件，拢无稳定。伫神学上，学者认为这段歌谣，其实是一段歌谣。咧承接顶段的故事以外，佫会当做下段财主甲猎杀戮故事的引言。因为咱爱知钱财叫做不义的钱财，咱有看到不义的钱财，总是钱财是中性的。迄个钱顶头斗，大家讲迄是乌的还是白？无吧？就像人共款，人斗顶头写乌的还是白？无吧？所以钱财，啥物货叫做不义的钱财？钱财是中性的。主耶稣并无谴责这有钱财的人，总是伊是安那不义，是咱摕到甲使用的方式毋对，迄才叫做不义，对吧？咱摕到甲使用的方式毋对，钱财才会变做不义。这个管家不义，是因为伊毋是摕家己的钱慷慨，是摕主人的钱。所以主耶稣咧对咱讲，钱财无稳定，会有无路用的时。康来昌牧师是安尼解说讲，所有的钱财拢不义。我无遮尔绝对，我认为耶稣嘛无安尼讲，伊只是吩咐咱爱将这会变动的钱财，放伫用伫更较要紧的代志顶头，互人明白上帝慷慨恩典，然后用伫迄个互上帝欢喜的关系内底。所以咱来读这个《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到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真细项代志忠实的人。对大项代志嘛未忠实，对真细项代志无老实的人，对大项代志嘛未老实。所以，恁对不义的钱财若无老实，啥人会将真正的财宝交代恁？恁对别人的米若无老实，啥人要将恁的米互恁？主耶稣透过这首歌谣，其实就直接谴责这个管家不义，断定伊无忠实。总是主耶稣嘛，伫遮用这种对水看到大列比讲故事的方式，来对咱讲：当人若滥用别人的信任，伫毋是家己钱财顶头来谋取家己的利益的时，那暴露了后，啥物人加个聘用加信任你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主人咧学了这个不义的管家真巧，嘛咧对咱讲，现在咱拢应该为将来来打算。咱的将来满都倚靠上时，嘛是这变动真大的钱财，因为钱财嘛有限。其实每一个人摕到手的拢真有限，就是这真好野的人。富可敌国的人嘛同款，伊真正用会到手的真有限，所以咱应该更较要紧的是将这个放伫迄个永远徛起的所在，就是讲放伫迄个上帝国度伊的宴舍内底。管家不义是因为伊滥用主人的授权，总是管家嘛是智慧的，因为伊认出伊的主人人民的恩典，伊会当趁钱财，这钱财有价值的时，换来伊的未来。换一句话来讲，
咱袂当学管教不义，却爱学伊的智慧。钱财有限，无应该是咱的主。不过，着趁钱财，不管伊是义或是不义，趁伊有价值的时，换回上帝慷慨的恩典，才对啊！因为路加福音16章1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13节。小等哦，还袂走过小可当机的款吼。好，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无一个仆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伊若毋是怨恨这个，请迄个，就是看重这个，看轻迄个。恁袂当常时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上晚上是出名法国作家雨果所写《悲惨世界》的小说的主角。1980年，这个《悲惨世界》嘛有一个翻译叫做孤儿泪，介先是吼，孤心泪，有一个翻译孤心泪的这个翻译。然后这个小说伫1980年被写做音乐剧。伫这出剧内底，上晚上是一个逃犯，伊弃杀家己的身份，变做一个生理人，然后甚至后来被选做市长。这个时阵，有一个生做真亲像伊的人，互人抓着，然后随时要判刑，上法庭要判刑。对上晚上来讲，这真正是好运的，对天落来好运的。伊对打了会当将这个身份摕掉，因为这个亲像伊的迄个人会向关。总是上晚上心内底，阁有另外一个声音，伊咧想讲，减讲我要互另外一个无辜的人代替我来受刑吗？所以伫这出音乐剧内底有一条歌叫做《Who and I》，咱若去迄个 YouTube 会当听到这条歌。这个《Who and I》就是这个上晚上，伊不断甲伊的内心咧挣扎、咧冲突、咧彼此扭的心声。伊安尼唱，伊讲我讲也毋对，因为几百个人的生活拢倚靠我。我点点嘛毋对，因为若安尼，我点点免啊面对我家己。然后这条歌上尾，伊所做的决定，伊上尾是靠这个来决定。伊讲伊安尼唱，真侪年前我已经决定要将我的灵魂交予上帝。我若点点无讲话，若安尼我免啊面对上帝。只有将家己交出来，才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变做伫上帝眼中的上晚上。亲爱兄弟姊妹，去成做上帝的人，变做上晚上心内底挣扎、上尾决定的关键。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有时嘛是咱生活的挑战。咱生活的这个世界鼓励咱竞争。对咱讲，啥物会叫做成功？就是亲像立迄个气球共款，将别人立伫骹下，安尼叫做成功。总是真正的成功，检采阁有另外一种，迄就是去成做上帝的人，知影家己是有限有罪，甚至时常是不义无忠实。总是咱若明白，咱的主是人民恩典。咱愿意把一切去倚靠伊，我相信这才算做真正的成功。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阮知阮是甚物人。阮只是不义、无忠实、有限有罪的人。
求上帝怜悯阮，帮助阮，互阮知阮是啥物人，帮助阮，互阮会当真正活伫上帝你的手、你的心内底。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多谢牧师，互咱见水。这是咱过来念圣诗78首，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会众请起立，吟全首。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慈悲。伊归了朋友脚前，静静来洗因的脚，主人正退路步地。何塞，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慈悲，慈悲有好耶稣乡，慈悲有无相种种。慈悲也无分贵贱，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慈悲，阮应该为因服务。阮应该对因听惜，因大家拢是离阮慈悲。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慈悲。听互阮屈家归乐，亲像萝卜来服务，阮应该安尼甲你同活。耶稣，耶稣，应听充满阮，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慈悲。会众请坐。这时来奉献，请萧素娥执事甲陈怡兴执事来示献。
将请起立。来，来。这时我来报告教会消息。为报告大声，请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咱做伙来读两遍。无一个仆人会通服侍两个主人，伊若毋是怨恨即个疼迄个，就是看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通同时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请。无一个仆人会通服侍两个主人，因若毋是怨恨即个疼迄个，就是看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通同时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路加福音16章13节。无一个仆人会通服侍两个主人，因若毋是怨恨即个疼迄个，就是看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通同时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路加福音16章13节。咱来看周报第2页。所有服侍的成员，咱请大家家己看。周报第3页，消息报告。今日是总会规定为着水学的这个教育主日来这个主日，请为着这个水学这个教育的事，大家关心，祈祷，甲奉献。礼拜结束了后，伫701，召开各部甲团契有算协调会，请各部的部长、团契首长同工出席参会。各部会议伫下晡1点伫702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后礼拜是教会举办遮的迄个野外礼拜教会礼拜是伫上午9点，就是无参加野外礼拜的会友有缘会通来教会伫即个所在来做聚会咱敢若有第一场的礼拜第一场就是9点牧师有特别录影伫遮咱会照牧师录影迄个所在来做礼拜。若有奉献的部分，咱甲伫伫迄个外口献箱内底。这是后礼拜会着。后礼拜野外礼拜小组野外礼拜集合的时间而且我来请兄弟大家来注意。相连团契伫上午6点10分，教会的门骹口伫即个遮集合，6点30分开车。三明海誓甲主同行，伫上午7点伫东门国校集合，7点半开车。社青团契上午7点半，教会
门口来集合。台北市福音布泰行上午7点40到50，伫桃园火车站的票检票亭伫迄个所在来集合。二号壁小组上午7点50到8点10分，八地河江路甲和平路路口 7-Eleven 的所在集合。运电小组上午8点教会的门口集合。教会消息：新旧任中级团契首长同工训练会，伫10月初6定期中级会了后举行，请中级同工出席参与。教界消息：北大女宣道会100周年感恩礼拜、甲灵修会、甲迄个年会，定伫10月17，拜4到19拜6，伫地点是伫邦桥杰堡有用饭店，新北市邦桥区全民大道2段275，报名费5500块，2人房，不论有蛇无，拢总共款的报名费。全学参与的时阵，北大女宣团就补助每人1000块，请对余立芳会长来报名，到10月30截止。请牧师。我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吼。今仔日是主日2，主日，所以咱主日2其实有备办一个影片，所以要请咱来关心咱的主日2，所以等下咧看的时阵吼，若看到你所熟悉的面吼，就为伊祈祷一下；若无啥熟悉的，嘛为伊祈祷。咱求上帝特别赏赐，互咱的教会遮的主日2，因伫这个主日2主日内底所献上的，来，咱来听3分钟尔，3分钟尔，来。天
咱拍婆啊，多谢这个注意哈。欢迎咱大家会当加入注意的服侍的队伍。我昨有甲咱明年度的教育部长建筑长老有做真长的讲话，阮有做伙为着咱的教会教育事工来祈祷。求上帝特别赏赐，互咱有教养的智慧，知怎样伫即个一个世代，虽然咱来咱少，总是上帝交付咱的产业，咱通无失落。求上帝也赏赐祝福伫咱中间，透过这个产业，所以愿上帝祝福，嘛持续为咱的主日学以及咱所奉献的，不只是咱的主日学尔，是奉献伫中会甲总会的主日学事工。教育事工，所以愿上帝祝福全台湾的这个各教会的囡仔的事工、教育事工顶头，愿上帝的祝福临在。第二项是后礼拜要邀请咱大家出外去看迄个真水的风景，所以假使咱若不便，我有录两段的影片。大概32分钟尔，所以咱若出外的时阵，嘛会当伫大概后礼拜就会放出来，有华语甲台语两个版本，咱会当用景的。真歹势，若现场，因为东港咧甲我抗议，伊讲吼，一场都无，毋知影偌济人会来吼，搁放2场，所以后来阮就决定，迄个后礼拜的9点，咱若要来到。教会这礼拜正教会开放，然后咱入来会当9点开始准时会播放，然后大概32分钟尔，然后咱伫遮会当做一个礼拜，然后上尾做一个祈祷，奉献会当放伫外口的奉献箱，安尼就使。假使咱若不便外出，总是要鼓励咱大家外出，然后伫路人，假使若有机会，上帝话语。甲上帝创造的世界，拢伫咱的身躯边。愿上帝的话语，甲上帝所创造美好的世界，会当伫咱生命中做一真美好的过程。上时后礼拜我嘛看咱有真侪无共款的团队出去，求上帝也赏赐咱教养的平安。要邀请咱大家伫这个过程内底去享受，在上帝赏赐的祝福。上尾，请咱嘛持续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刷落去，对11月开始要进入圣诞节，所以求上帝特别赏赐怜悯，也甲咱的教会圣诞节的活动做伙伫地。上映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会将请起立，言转首。上帝万福本源，地上万民皆下称赞，地殿献上颂赞万岁。我被家相识上帝。当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谢，热岛。请咱大家起来，互相来做平安礼，互相知上帝听你，愿你平安。
喂，OK， 好。我这是6号，6号再帮我再大声一点点。